歡迎大家收睇沙中拉近你嘅娛在人中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沙中中心咧嘅位置出發。咁今日因為星期日啊，所以咧冇開門啊。咁我哋咧個開放時間喺邊度咧？係啊，喺呢邊咧其實係有顯示咧我哋中心嘅開放時間嘅。咁星期日開唔開咧？係啦，星期日開唔開嘅？即係今日開咗。今日開，因為有活動咯，所以暫時開放俾大家，然後我哋就出發噶啦。OK， 咁啊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中心嘅開放時間啦。咁啊，呢個係最新嘅，係1月1號開始。我哋今日同行嗰兩位同學，佢哋係有行過科斗坪係咪啊？但係你哋幾耐之前行過啊？我上個月先行。上個月先行過，咁你係同邊個行？我同我阿姨咯。同阿姨行。我阿姨行過好多山㗎。你阿姨行過好多山啊，係咪？我哋由中心出發，一路咧向住基督書院方向前行。咁而家我哋行緊嘅呢條路咧，係水泉澳村同埋作壆坑村嘅居民咧，經常使用嘅路線，前往沙田圍站。咁而平時假日咧，都會見到好多唔同行山人士咧，使用呢條路，向住水泉澳村方向一路行，然後咧去到慈雲山，又或者我哋今日會去到訪嘅科斗坪。向前行咧，會見到呢幾級樓梯。上完樓梯之後咧，我哋往右手邊走，行到冇耐咧，就會見到水泉澳大橋呢個扶手電梯。我哋經呢個電梯咧上到大橋過對面，沿路往上行咧，過多冇耐，你又會見到一個作壆坑路嘅指示牌。對於沙田區嘅街坊，講起作壆坑呢3個字，會唔會令你聯想到沙田區嘅一個公共屋邨呢？冇錯啦，就係博康邨啦。翻查翻網上邊嘅資料，原來博康邨咧係計劃咧用翻個地名咧叫做作壆坑邨，但係因為個博字咧冇乜人識啊，所以咧最後用佢嘅諧音博康嚟起咗個村名啦。準備過呢個安全島嘅時候咧，請各位觀眾咧打醒12分精神，因為呢一條路咧有好多嘅巴士啦同埋小巴往來，所以要非常之小心。接住我哋沿住大馬路咧一直往山上邊行，去到一個路口之後可以停一停，望一望你嘅右手邊，你會見到咧作壆坑村嘅其中一個入口嘅牌坊。建議大家咧可以喺呢個位置休息一陣，因為小巴站有幾個座位，如果行到攰嘅就坐低飲啖水，休息一陣之後咧繼續沿住大路往山上邊去行。我哋一路行之後發現樹上有深色嘅東西，你估下係啲咩嚟嘅？你將答案寫喺留言區。我哋行山嘅時候咧，記得要留意附近嘅指示牌，呢啲指示牌咧好清晰顯示你要前往嘅方向。我哋行到上嚟呢個位置咧，就會見到一個水泉澳村嘅牌啦，同埋一條好明顯嘅大路啦。咁入去咧就係一個涼亭，然後咧呢度就有一個衛奕信徑第5段嘅牌。咁我哋一路依住呢個衛奕信徑第5段行就得啦。咁我哋一路依住嘅斜路咧，咁向前面行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行呢幾級石級樓梯嘅時候咧，記得要注意安全，慢慢咁行。我哋行都冇耐，又見到一個指示牌啦。咁咧，我哋咧今日要去嘅科斗坪咧，就係交由地點指示牌指住嗰個方向。我哋行山咧，上到嚟科斗坪咧，就會飽覽咧成個沙田嘅景色。唔知你見唔見到一啲沙田嘅景點咧？至於回程咧，可以沿路落翻山。呢條路線咧，余 Sir 咧非常推介大人同小朋友一齊去行嘅。今日嘅余 Sir 由衷嚟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、follow 沙中拉近你。